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19號星期五。咁我哋先將焦點轉去中國，睇下一個喺大陸社交媒體好容易戳中人哋痛處嘅 terms。偽中產，咁究竟點解呢？最近喺中國經濟下行嘅大環境之下，好多之前覺得自己無限接近中產嘅人，突然之間被逼要重新審視一下自己嘅生活。咁之前有樓有車有大公司嘅履歷，高人工，好似全部都係中產嘅標誌，但係去到今日，當行業嘅紅利期過去，裁員潮殺到，大家先發現呢一啲表面標籤根本帶唔嚟真正嘅安全感啊！所以最近大陸嘅短視頻平台好流行一類，當你出世喺中產家庭嘅文案。咁好多網民啊就順住呢個話題去討論啦，究竟點樣先算係真中產？乜嘢又叫做偽中產呢？咁結果好多人嘅答案都指向同一個詞啊，就係抗風險嘅能力。有網民就一針見血咁話，真正嘅中產唔可以只係睇眼前嘅收入同消費水平，而係更應該睇家庭有個底有幾厚。咁例如有冇足夠嘅儲蓄，有冇穩定嘅資產，同埋有冇能力去應付失業、大病或者係行業嘅波動呢？換句話講，中產唔係睇你而家過得有幾體面，而係睇危機殺到嗰陣，你嘅生活會唔會瞬間失控啊？咁有一個擁有24.9萬粉絲嘅微博 KOL 就講得好直接。佢話好多人月入3-5萬人民幣，揸 BBA， 亦即係寶馬、Benz、Audi 啦。住嘅屋咧就越嚟越大，表面上睇落好似已經踏入咗中產嘅門檻，但係問題係呢一類嘅生活其實高度依賴每個月嘅人工進帳。咁一旦冇人工3個月，原本象徵體面嘅樓按、車貸同埋仔女嘅教育開支，就會即刻成為壓冧晒成個家庭嘅重擔。咁佢都亦為呢一類嘅人咧落咗一個結論啦，認為佢哋只不過係中產生活方式嘅消費者，而唔係真正意義上嘅中產啊。咁點解呢個話題最近會引起咁大嘅迴響呢？好大程度係因為一個北漂嘅博主狼哥帶你飛嘅自白。咁我哋一齊嚟睇睇。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一個985本碩計算機畢業的，為啥能混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創過業，進過大廠，娶了一個3高的女生，北京呢還買了房，怎麼一轉眼就變成了失業離婚，灰溜溜的滾回老家的一個中年大叔？好像是做了一場大夢，大夢初醒，荒唐了半生。曾經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屬於我自己。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後來呢，終於讓我想明白了，其實問題就出現在一個偽字，偽中產，偽實力。當年我剛畢業的時候就創業3年，其實這個事沒問題啊，雖然失敗了吧，但是後面還是有機會進了大廠。大廠工作6年被裁也沒關係，還有一筆豐厚的賠償金。當我把這個豐厚的賠償金砸到房貸裡面的時候，見不出一點水花，我才醒悟問題出在哪兒了。我不應該在自己沒那麼大能力的時候買房子。當時啊，真的天真的以為我們已經算中產家庭了，就買個房子沒太大壓力。我跟前妻每個月的公積金加一起有16000多，正好能覆蓋房貸，所以我就跟朋友借了80多萬，強行湊了一個200多萬的首付，買了一個總價500萬的房子，算上車了吧。買完之後呢，我們就沾沾自喜，特別在跟朋友和同事聊天的時候啊，就很多人一誇你說，哎呀，你們北京還有套房呢，好幾百萬呢。當時真的得意的不行了，就是感覺我的資產好像就已經是好幾百萬了，自然而然就忽略了我還有貸款呢。其實我們這種偽中產是扛不住任何風險的，一旦夫妻雙方任何一個工作出了問題，或者雙方父母哪個生病啥的，立刻就打回原形了，房貸和家庭開銷會壓得你喘不過氣來。說白了啊，就我們這種小鎮做題家出來的孩子，到了大城市有了好工作就特別容易迷失自己，弄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別人家的中產是幾代人的積累，父母甚至爺爺奶奶一輩啊都能托舉，我們呢就全靠我們自己。折騰了一圈才發現，其實自己根本不適合北京，也根本立不住腳。不是你貸款買了個老破小就覺得你自己已經是中產了，好吧？所以我就老老實實回老家了。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可惜啊，其實不然，我只是認清了自己的定位。就當你無限接近於權力的時候，就讓人自以為擁有了權力；當你無限接近於中產的時候，就誤以為自己已經是中產了。
回想我的婚姻为啥这么不稳定，一个失业就冲散了，其实也是一个伪字导致的。我当年的伪实力让我觉得我可以驾驭得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女生，也是这种伪实力啊，蒙蔽了她，觉得我可以一直在大厂一帆风顺下去。其实我最适合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长相普通，收入普通，学历普通，全都普通，这种呢会让你觉得踏实，婚姻也才会长久。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是希望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吧，就无论你现在赚多少钱都不要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高估自己的实力，与其拼命的去够一个你原本碰不到的阶梯，不如好好想想你够到了之后呢，你要承担多大的風險，再決定是否去做吧。好吧，我覺得做人還是要腳踏實地，不要太虛榮了。兄弟們，不要被這個偽字害了。咁呢條片喺社交媒體上面引起咗好多共鳴，唔少人睇完之後都話好似見到自己咁啊，亦都有網友將呢個問題放喺更加大嘅職場環境去睇。咁佢哋認為啦，呢幾年職場危機集中爆發，35歲以上嘅偽中產變咗做重災區。咁特別係網絡、IT、金融呢一啲行業，好多人之前靠高薪，咁一旦被炒魷魚啦，就好難再揾翻同樣收入嘅位啊！人工啊分分鐘要減超過30%。咁有網友就舉例話，好似中金員工嘅年薪啦，由116萬直接去到得翻70萬，再加埋仔女讀書、醫療一啲行唔開嘅剛性開支啊，原本睇落好穩陣嘅生活就好快會被拖冧啦。而喺咁多個偽中產嘅故事入邊，最沉重嘅部分往往都係關於層樓啊。財經博主忐忑的可樂餅就提到呢一個故事入面，令到佢覺得諗落都心寒嘅一句話就係幾十萬掟入去供樓，連浪花都睇唔到一朵啊！咁喺佢嘅眼入邊啊，好多人以為喺北京買樓就等於入咗中產嘅階層圈啊，但係實際上大部分人擁有嘅並唔係物業，而係樓案同債務，仲要係一條長期嘅緊箍咒啊！咁結果好多人啊唔敢創業，甚至啊連病休息都唔敢啊！更加慘嘅係身邊嘅環境仲會不斷加深呢一種成功嘅包裝，身邊嘅人會同你講，你買車買樓已經係成功人士啦，日子耐咗，連自己都唔記得咗呢一份體面嘅背後，其實撐得有幾咁辛苦啊！咁所以咧，呢一場關於偽中產嘅討論，表面上係講緊個人選擇，背後其實反映出中共經濟下行、網絡大廠同埋金融業嘅裁員，加上房地產炒樓模式爆破之後，好多城市嘅家庭安全感嘅崩潰啊！過去幾十年嚟，好多人靠住份大廠嘅人工，借錢買樓，中產式嘅精緻消費，死拼爛拼。拼咗一幅睇落好似好風光嘅生活藍圖，但係當經濟週期一轉變，行業紅利一完，樓市神話爆破，大家先發現真正保護到自己嘅，從來都唔係呢一個中產嘅光環，而係手頭上嘅現金流、低負債同埋家庭支持系統嘅呢一啲硬實力啊！咁喺我哋繼續傾更加多新聞之前，亦都想多謝每一個正喺度睇節目嘅朋友。而家國際局勢變得好快，我哋每日盡可能為大家傳遞最新最重要嘅資訊。如果你覺得粵語快報對你了解國際局勢有幫助，請你幫手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你嘅支持亦都係我哋持續為你更新嘅最大動力。咁跟住我哋嚟傾下一單發生喺中國嘅奇特事件，喺中國河北省衡水市安平縣嘅大子民鎮二里村啊，6月12號挨晚，一場閃電行雷之後，喺一片普通嘅麥田入面，竟然出現咗一嚿超大嘅怪石。咁後嚟經專家初步判斷啊，呢一嚿岩石係閃電衝擊地表而形成嘅閃電熔岩，俗稱係雷擊石啊！唔少網民睇完之後都話雷擊石真係第一次見啊！相關報導亦都顯示，6月16號河北地質大學博物館嘅丁毅教授去到現場勘測。咁初步鑑定呢一個係罕見嘅自然現象，而且今次發現嘅岩石體積亦都非常罕見，認為具有氣象學、物理學、地質學等多個學科嘅研究價值啊！
喺現場嘅畫面可以睇到呢一嚿被挖掘出嚟嘅岩體，整體呈現一個團狀，但係底部咧就展現出有樹根狀，而家露出一部分嘅深度已經去到90個厘米。岩體表層係黃綠色嘅玻璃質，而越往下面呢就漸漸變成黑色嘅玻璃質。岩體嘅硬度屬於中等水平。咁越往深處咧，質地就越疏鬆。呢一嚿岩石被發現嘅過程都好神奇啊！一個叫做劉宇嘅村民話：6月12號挨晚，佢正喺麥田度做緊嘢，當時天色仲落住毛毛雨，一直係咁打雷啊！一路去到夜晚嘅7點，佢突然間見到有一道閃電，跟住一聲巨響，個驚雷就喺附近炸開。咁順住啲雷聲望過去啦，佢發現村民劉君海嘅麥田嗰度起咗火，而且火花四濺，好似放煙花咁噴晒出嚟啊！咁不過呢一個叫劉君海嘅村民喺第二日上晝先發現有異樣啊！當時佢嘅侄仔喺麥田見到有一塊灰綠色嘅石露咗出嚟，呢一個時候先知自己塊地出咗嚿怪石。咁另外都有村民回憶話，6月12號挨晚出去食飯嗰陣，見到有高壓電線跌咗喺地下，咁地下面呢就有一團火喺度燒緊。咁等到夜晚11點食完飯返屋企啦，佢發現團火竟然仲未熄滅喎。咁亦即係話啦，當地村民推測可能係雷電導致高壓電線斷咗跌咗落地，而且仲喺地面上面燒咗幾個鐘。咁但係咁樣竟然可以將地底燒出嚟一嚿咁大嚿石，都算係好神奇啊！呢一件事好快引起網民嘅熱烈討論啦。咁有人由呢個科學角度話好驚訝啦，好神奇，話覺得大平原明明全部都係黃土，點解會有嚿石呢？咁亦都有人問，點樣嘅沙地先可以燒到咁大嚿石出嚟呢？仲有人第一反應係問呢一個係咪隕石嚟㗎？仲有一個好有畫面感啊！有網民幽默咁話：呢一個係咪雷公雷母喺度煉丹啊？咁對於呢一種神奇嘅現象咧，就有中國網民聯想到歷史典故同埋王朝嘅更替啊！咁有人留言問嚿石上面有冇寫字呢？後面即刻有人接咗一句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咁呢一句話係咩意思？點解會出現呢？呢一個其實係因為中國歷史上每次朝代嘅末期都會出現一啲異象，民間會認為呢一個係預示住改朝換代嘅信號啊！仲有人留言話：二世死而地分。咁呢一句話咧係引用咗《史記·秦始皇本紀》入邊記載嘅典故。咁書入面話啦，喺秦始皇死之前天降咗一嚿大隕石，上面寫住始皇帝死而地分。咁結果後嚟秦始皇死咗之後，被佢滅亡嘅6國真係紛紛復國，各自割據自己嘅土地啊！咁亦都有人借用元朝末年嘅典故話：莫道石人一隻眼，呢一個係出自《元史》嘅一段記載，話說喺元朝至正年間，黃河水患非常之嚴重，修築河道嘅工程引發咗好大民怨。當時民間有童謠話：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咁後嚟官方喺開掘河道嗰陣，竟然真係掘出咗一個獨眼嘅石人，而石人嘅背後居然就刻住呢一句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咁喺呢一單嘢之後咧，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就發動起義，令到元末嘅農民起義全面爆發啊！所以今次河北麥田出現咗雷擊石，中國網民之所以會聯想到改朝換代，表面睇係因為呢一嚿石好罕見，但係深一層睇係因為中國人對天象示警呢一啲歷史實在太熟悉啦。咁仲有一個被好多人提起嘅例子，就係貴州省平塘縣蔣埔鄉嘅藏字石，亦都被一啲人稱為亡共石。呢一件事最早係2002年6月引發關注啊！當地有一嚿位喺深山峽谷，有至少2.7億年歷史嘅天然巨石表面，竟然天然承認咗中國共產黨亡呢6個字橫排大字啊！好似浮雕咁突出喺石面上面，被稱為係奇觀啊！
當時中共嘅黨媒都有紛紛報導呢一件事㗎，咁只不過咧係唔敢提最後嗰個亡字啊。咁由呢一啲超自然現象同歷史記載一路睇到今日嘅雷擊石，觀眾朋友，你會唔會都覺得呢一個或者正正就係中共政權末代氣象嘅一個象徵呢？都歡迎你同我哋一齊討論啊！最後我哋嚟睇下輕鬆嘅新聞。你見過最窩心嘅驚喜係咩呢？最近廣州有一場特別嘅婚禮，感動咗無數嘅網民啊！一個57歲嘅媽媽受邀去參加婚禮，點知去到現場先發現，原來今日嘅新娘竟然係自己。咁今日呢一個話題啊，喺中國嘅網絡上面瘋傳啊！有條片顯示鄧女士同哥哥喺大學畢業之後，一路都喺廣州工作，陪父母嘅時間越嚟越少。兄妹兩個人一路記得36年前父母結婚嗰陣條件唔好，冇婚紗冇擺酒，淨係簡簡單辦咗個儀式。咁多年嚟啦，媽媽每次去飲參加人哋嘅婚禮，眼神入邊都會流露出羨慕啊！呢一個小小嘅遺憾，亦一路俾仔女記喺心入面啦。咁於是咧，兄妹兩個人就靜雞雞策劃咗2個月，決定幫父母補辦一場遲到咗36年嘅婚禮。咁婚禮當日啦，佢哋以影全家福同埋送婚紗相做藉口，將爸爸媽媽帶到去婚禮嘅現場。咁媽媽一入門口嗰陣，以為自己係去參加人哋嘅婚禮啦，睇住全場滿滿嘅親戚朋友，好疑惑咁問：點解咁多人嘅？直到佢轉身睇到牌上面嘅介紹，發現新娘寫嘅竟然係自己個名，嗰一刻先反應過嚟啊！嗰一刻媽媽係又驚又喜，高興到咧好似個細路女咁啊！咁佢個仔話啦，可以彌補到父母當年嘅遺憾，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哋嘅心願啦。個女就話自己同哥哥匿埋喺角落頭度，睇住爸爸媽媽咁開心嘅樣，真係覺得特別幸福啊！咁條片發咗出嚟之後，網民紛紛大讚好窩心。咁有人話呢一個更加係仔女對父母深深嘅愛同埋心懷感恩嘅體現啊！父母為仔女操勞咗大半生，咁仔女喺有能力嘅時候，用行動去回饋父母，等佢哋感受到愛同關懷。其實好多父母嘅願望都係收埋喺日常生活嘅入面㗎。唔好成日覺得來日方長，趁佢哋仲喺身邊，多啲陪下佢哋，多啲留意嗰啲冇講出口嘅心願啦。咁因為愛啦，從來都唔會怕遲到，但係盡孝咧，最好就要趁早啦。咁呢一個咧，以上就係今日節目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